哈嘍大家好，又係我同大家講個市。講到今日5月27號禮拜三，大家睇個市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琴日美軍突然空襲伊朗南部，前幾日傳出嘅和平草案話咁快就化為烏有，搞到金市慘烈暴跌63美元。今日一開波，暫時喺4507美元附近喘緊氣。多空雙方依家圍繞住4500美元呢個整數大關打緊生死保衛戰。依家最頭痛嘅係中東戰火一再點燃。布蘭特原油琴日一口氣飆升超過4%，油價一衝，大家最驚嘅通脹怪獸又出嚟示弱。偏偏新任美聯儲主席沃什啱啱上台，債市那班炒家即刻賭12月美聯儲一定會加息，搞到無息收嘅黃金變咗出氣袋，連瑞銀都即刻將年底金價目標斬咗400美元。睇埋技術面 ，RSI 跌到落42，MACD 再次向下開口出六柱，代表短期內個主導權完全喺班空頭買家手上。今日大家一定要盯實下面4500美元同埋尋日底位4488美元呢兩道防線，如果跌穿埋，個市就真係會繼續沉底。上面反彈阻力就先睇4535美元。今日禮拜三，大家操作記得要睇定啲，唔好盲目摸底啊！最後提提你，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，聽日見。